想為家人買份人壽保障，但又唔知揀1年期定5年期好。今日我哋同你拆解永明金融呢份定期壽險計劃。永明金融一斜線5年定期壽險計劃2係一份純人壽定期保險，冇儲蓄或投資成分，保費用嚟提供身故保障。如果你不幸離世，受益人會得到一筆過上等於100%保額嘅賠償。定期壽險係最簡單直接嘅人壽保險，你用相對相宜嘅保費，換取一段時間內嘅高額保障。喺家庭責任最重嘅黃金時期，用低成本做到高槓桿嘅風險管理。計劃提供1年期同5年期兩種選擇。1年期保費每年調整一次，彈性較高；5年期保費每5年調整一次，續保後5個年度內保費不變，穩定性更強。最大賣點係保證續保至受保人80歲，無論你健康狀況點變，只要準時交保費，保險公司就一定要幫你續保，唔會因為身體發出問題而拒保。另一個核心賣點係免核保轉換權。喺65歲之前，你可以將呢份定期保單嘅全部或部分保額轉換做永明金融嘅終身人壽計劃，途中唔使驗身，唔使申報健康狀況，即使身體變差都照樣轉到。保費可以選擇年繳、半年繳或者月繳，但要留意，保費並非保證不變，保險公司有權根據賠償經驗、開支同未來預算等因素，喺每個保單周年日調整保費率。投保年齡由18至65歲，獨立計劃最低投保額係港幣60萬或者美元75000。如果係附加喺主計劃嘅保障，最低保額係港幣20萬。或者美元25000。簡單對比下，1年期適合想靈活調整、預算有限嘅用家；5年期適合追求穩定、唔想成日留意保費變化嘅朋友。兩者都保證續保至80歲，同樣有免核保轉換權。呢個計劃可以獨立投保，亦可以附加喺其他永明金融嘅基本人壽計劃之上。附加保障形式適合想喺現有保障基礎上再加額外身故保障嘅人士。投保後有21日冷靜期，期間可以取消保單並拎返已繳保費。保費到期後有31日寬限期，如果寬限期後仲未交保費，保單就會失效。同終身壽險比較，定期壽險初期保費相宜好多，槓桿效益高，但保費會隨年齡增長而增加。終身壽險有儲蓄成分，保費較高但保障終身。呢個計劃嘅轉換權就係俾你喺有需要時由定期升級做終身。第一，保費並非保證不變，保險公司有權調整保費率，尤其係隨年齡增長，保費預期會逐步上升。5年期計劃每次續保後，新一期5年內保費不變，但續保時可能調整。第二，通脹會侵蝕保障嘅購買力。假設你10年前買咗60萬保額，今日嘅60萬同10年前嘅60萬已經唔同價值。建議定期檢視保額，確保足夠應付家庭需要。第三，保單會喺以下情況終止：受保人年滿80歲，全部保額已轉換，身故賠償已支付，或者你主動終止保單，附加保障仲會因主計劃終止而跟住終止。呢份計劃適合3類人：第一，家庭支柱，有仔女要養，有按揭要供；第二，想用低成本獲得高額人壽保障嘅年輕人；第三，已有終身壽險但想額外加啲階段性保障嘅人士。
永明金融一斜線5年定期壽險計劃2，保證續保至80歲，免核保轉換終身壽險，保費相宜槓桿高。想了解更詳細嘅產品資訊，上 worldnews.com 瀏覽更多。歡迎訂閱本頻道，或者上 worldnews.com 網站瀏覽更多金融資訊。我哋下次見。